塗鴉少女真人發聲，聽日旺角見。遊客熱點滿佈佢嘅作品，熱愛藝術嘅佢選擇最熟悉嘅方法表達對艾未未嘅支持。十分真誠嘅人啦，然後先係藝術家，或者然後先係一個維權嘅人士。整個世界都好少人可以犧牲咁多，或者係可以將咁多擺上呢個即用作賭注。我哋都好明顯見到我哋嘅自由係不斷咁樣被一啲政治因素所蠶食㗎。當呢一種咁嘅思想去廣泛傳播俾下一代嘅時候，即係就會冇人為再下一代發聲，咁慢慢就會連自由嗰個意義究竟係點解嘅自由呢兩個字都會慢慢消逝啦。塗鴉曝光之後，艾未未嘅媽媽曾經聯絡過佢，表示謝意，但支持背後換嚟重案組政治大搜捕。喺預算案遊行嘅時候，遇上驚險嘅一幕。好多警察喺中環附近戒備啦，我哋係唔知道原來有咁多警察去之前，咁但係去咗啦，亦都照做啦。於是都好幾次險些就正面咁樣撞到啲警察，好彩就大家即係我自己就好幸運地就冇真係遇到當場戒險。塗鴉少女已經做好心理準備，為自己所做嘅隨時俾人拉。因為茉莉花革命而被失蹤嘅同胞嘅同志，佢哋要付上嘅代價係佢哋自己嘅性命啦，佢哋自己嘅自由，或者佢哋甚至佢哋家人朋友嘅自由。而我哋喺香港喺呢個尚算司法公正、尚算有言論自由嘅地方，我哋係唔係連呢一少少嘅，即係可能要坐監或者要罰錢呢少少嘅代價，我哋都唔可以為公義而犧牲呢？維護法紀呢，需要道歉呢，呢個係天方夜譚。佢而家只有一個問題問曾偉雄：而呢一單案嘅嚴重程度，即係純粹作為一個即係刑事毀壞嘅案件啦。即係如果佢真係跟蹤緊我嘅時候，或者我嘅朋友嘅時候，其實佢係唔係真係需要用到咁大量嘅警力去做呢啲事呢？20幾歲嘅佢最驚嘅反而係傳媒起底，變成另一個陳巧文，將艾未未嘅焦點轉到佢身上。聽日佢會參與藝術公民大聲行嘅遊行，呼籲香港人站出來撐艾未未，用你自己嘅方式幫我哋行行呢條公義嘅路。